返嚟本港，多個勞工團體趁住勞動節遊行爭取權益，職工盟等多個團體遊行，除咗係要求訂立標準工時，亦都爭取重設集體談判權。職工盟就話有5000人參加，警方就話由維園出發到政府總部嘅時候，最高峰有3700人。朱恩佩報導。人大團結，參與遊行人士喺維園集合，再分批出發。佢哋高舉旗幟同叫口號，要求改善打工仔權益。貨櫃碼頭工潮持續個幾月，仲未解決，有罷工工人亦都參加遊行。有好啲福利咯，最緊要啲安全做足啲啦，咁有得加人工就梗係最好啦。亦都有市民帶同仔女遊行，支持罷工工人。其實自己都係打工㗎嘛，所以希望 support 到佢哋咯。你見到一路啲政府喺成件事入邊一路都冇辦法可以扮演到一個積極嘅角色咯嚇。遊行人士亦都要求政府盡快訂立標準工時，同埋重設集體談判權。遊行亦都有其他勞工團體參與。即係好保障翻，真係有標準工時可以成立到啦，同埋可以真係可以保障翻最低工資，等起碼基層啲生活好啲啊嘛。遊行隊伍到達政府總部之後，再去中環長江中心兜一個圈，再到和記大廈外叫口號同展示橫額，要求長實主席李嘉誠介入工潮。之後陸續散去。政府回應遊行指，一直致力改善僱員嘅權益同福利，並喺勞資雙方嘅利益之間取得合理平衡。亞洲電視記者朱恩培報道。